小小毛蟲在石字旁，人們若笑考中，他必感驚慌。亂世中百姓驚惶，唯恐火鳥不從天而降。神愛世人，聖經有講，主恩降臨不分國邦，人將聖經任意譯，來分宗派，令主失望。小訓士來討我看，小豬唱起在香港。小粉絲咧來圖啊，即係我見到係一隻毛蟲，即係應該睇嚟好似喺啲石子之中啊，即係我又感到咧，即係咁啊睇到嗰隻毛蟲啊好驚慌啊，因為人間咧即係燒烤咧通常係有石子即係包住嘅，即係呢啲諗起咧，即係隨口唱幾句。即係其實喺亂世之中咧，即係我講係今個世紀嘅，即係而家見到啲火鳥咧係從天而降咧，你都唔好話唔驚慌嘅，即係神愛世人咧，聖經有講啦，但係即係人間嗰啲宗教咧分宗派咧，即係由得佢哋自己點樣講，即係所以起好多紛爭，即係咁樣會令到咧。即係神咧就會好失望嘅，即係唔知會唔會啊？遲啲喺度講幾句，今日星期五，拜拜。